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市府甲富力建设公司签约兴建的铁路地下化照顾客家，伫咧104年8月份动工，如今已经接近完成。上午伫咧市长赖清德等人的参与之下，完成上梁仪式，宣告照顾住宅迈入最后的阶段。由市长赖清德担任主祭官，率领众人进行上香仪式，配合铁路地下化，由市府招商甲富力建设公司签约兴建的照顾主体，伫104年8月份动工，如今结果已经接近完成。20号上午依照传统习俗进行上梁典礼。祝良辰祥，平炮。位于东区新山路的照顾主体，有地下2层、地上15楼，拢总366户。伫104年7月到9月办理登记爽位，目前有181户。市府对此特别再开放第2批的申请作业，预计伫6月份公告。6月份重新第2批的登记也无妨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再给，当看到事实的时候啊，想要改变心意、想要住进来的住户，有机会可以再住进来。啊，我们开始，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宣布啊，第2波的登记，请都发局能够研究，给住户还没有登记的住户一个新的机会。市府为了回应拆迁户希望先有厝通住，再进行拆迁作业，无需要伫外面租厝的要求，所以伫内政部通过铁路地下化审议进程，就已经先进行照顾主体的兴建。而如今随着照顾主体将要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也将伫后个月展开。铁路地下化一定在下个月动工，啊，一定在下个月动工。这个是属于全台南市市民的事情，啊，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拖延，我们一定要如期动工，啊，动工之后，我们市政府会排除各种的困难，让工程能够如期完工，提供给台南市全体市民一个最好的重大建设。市长借着这摆的机会，再次强调，铁路地下化工程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以及顾虑到交通安全，所以绝对有执行的必要。因此，也感谢拆迁户的配合，好工程会当如期进行。台南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市爱乐协会甲市府共同主办的228 70周年甲平反运动30周年艺术联展。18号上午，伫咧5园艺文中心盛大举办，透过无同款形态的艺术展演，用音乐、油画甲木雕，希望会当借此平复历史的伤痛。伫南港港区优雅营造社长为市府甲民间共同主办228大屠杀70周年、甲228平反运动30周年艺术联展加开书报，为中展示画作、雕刻等作品，呈现当时的面貌，也希望借此抚慰历史伤痛。台南市政府特别向228基金会，让这领长者甲台南市各界共同举办纪念艺术展。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向228事件当中不幸受害者表示追思怀念，向家属表示慰问，同时，我们向70年来
追求转型正义每一个人表示上大的敬意。那这个展览是爱先感谢日拜基金会提供完整的这个资料互咱来举办，所以才有法度通，互每一个参观的人更加进一步了解迄个年代残酷，迄个年代台湾人的勇敢，当然迄个年代台湾人的无奈甲悲哀。出席活动除了市府官员甲民意代表，现场也有228受难者的家属、总统府主席叶菊兰，以及当年参与平反运动的这位贵宾。现场也有设立一道慰灵碑，邀请书法家黄松明题字，并且由市长赖清德带领228受难者家属以及贵宾共同献花。就表示，根据专家学者的统计，228事件有数万人受害，但真正提出申请却只有2000多人，代表真相也未完整被呈现，也是有真侪人受委屈。未来也需要继续努力追查真相。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28事件满70周年，当初时遭受迫害的检察官王玉林只有27岁，是司法的精英。对此，伊的家属特别将伊在生所写的日记、批甲诗文出版伫咧期待明仔载的人228消失的检察官王玉林这本册，并且伫咧20号下午进行新册发表。期待明仔载的人，228消失的检察官王玉林这本册是由王玉林的后生王克祥甲王克绍所编写，内底有王玉林所写的日记甲批，各有珍贵的相片甲文本，由伊的小弟王玉德等人的纪念文章，希望借着这本册发表，互社会认识对此这位台湾司法改革的人物。我看的感受是第一深深感受到。王检察官确实是台南府城也是台湾杰出真好人才。拄啊，社会长嘛有讲起，日本时代台南州出世，1919年但是有法度到东京地大读册，完成法律的学业，这算是无简单。了后，佫有法度让日本时代担任检察官，佫伫日本担任检察官。佫伫京都担任检察官，所以后来转来台湾担任检察官，所以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当时伫日本，当时伫台湾担任检察官的杰出的人才，这深深感受到。第二呢，就是讲伊是正义的化身啊。正义的化身。检察官王玉林伫日本统治时代出世，是当时第一位伫日本担任检察官的台湾人。伫228案件过后无偌久，伊伫厝内就被人命军人押走，当时只有27岁。高等医院毋知影遗体伫倒位。读过这本册，不但会当了解伊对司法的贡献，内底更详细记录228受害家属的心路历程。感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推行庙会优质化，至今已经3档，有真侪大庙响应政策，减少炮仔释放甲噪音闪身。比较过去顶前的案件，减少37%，显示这项政策已经收到大的成效。但是有有庙宇放炮仔量也是无减少，甚至造成火烧车的事件。民政局表示，今年会做出进一步的宣导。今礼拜拄好拄到土地公圣诞甲小龙3档一摆香客活动，市府所推动的庙会优质化政策再次受到考验。不过，其实市府连续3档的宣导，已经得到侪大庙支持，纷纷响应。根据统计，一摆1999定级案件，对顶一摆29件，减至到18件。显示市府推动庙会优质化的成效，但因为18号伫家里出现放炮引起火烧车的事件，对此民政局嘛做出回应。
这几天除了市区有土地公生的这个设景的活动以外啦，一嘉里区3年1科的骁龙香科年呢，也是这个有3天的绕境活动那在3天，从礼拜5、礼拜6、礼拜天的状况，大致整个庙方金堂殿的部分呢，拢配合咱基金会这个宗教有子化的推动所以大致整个这个秩序都非常的好但是比较不幸的是，在第2天的绕境的时候，一个司坛做迎神教的这个鞭炮燃放，那事后因为刚好那一部轿车这个窗户是打开的所以它的这个鞭炮的炮屑就掉到这个车子里面，引起火烧车的状况那这个不幸，这也印证了过去我们这3年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宣导，也跟庙方来做沟通，政策上的拟定呢，也禁止沿路燃放鞭炮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庙宇未来在规划这个绕境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台南市政府所定的这样一个规范。推动庙会活动有计划，市府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应用措施，对事前宣导、事中的掌控、事后检讨，好庙会活动一天一天有进。市府除了感谢庙方的支持，也希望市民配合宣导，这会看到周边的宫庙配合，将台南优质的庙宇文化，互更较侪人认识。但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南区永生路二段490项的制成道路，被地主用铁网围起来，已经有6、7档遐尔久。去年8月份，经过议员林美燕邀集侪单位会勘以后，由警察局配合环保局清除障碍物。不过，才无到半冬的时间，最近地主又搁用电火条挡路。对此，议员再一次邀集相关单位到场勘查。要求市府依照法令保障通行权。这条位于南区永生路二段490项的计程道路，是真侪农民通往永生路二段730项的小路。地主私自搭设铁网甲放真侪物品挡路，达到6、7档之久。伫议员林美燕找相关单位进行会勘以后，伫去年9月份就已经清除障碍物，恢复通行。想不到最近地主搁再一次将电火条放伫涂骹挡路，因此议员想要特别大动作，邀集相关单位出席，希望解决这项问题。在去年的9月份，我们已经有会同那个警察局，还有环保局来做这个清除。结果这一段时间过完年以后，地主要来做一个现换的，又做一个围篱了，又不让农民来进出了，所以农民又再一次的陈情。那我们今天也再一次的请了相关单位来这边。我也希望说大家不要挑战公信力啦，因为这已经是依法大家在处理的，而且法是保护就是既有的权利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要求相关单位来做一个清楚啦。对此，主管机关警察局表示，会先打各式要求行为人伫1礼拜内恢复道路通行。若是经过看到有案无清除，将会会同环保局以废弃物清除法清除。并且请南区公所协助开口契约，重新铺设担仔架来予民众通行。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打造在地专属的地方学，是台南大学近年来重要的文化发展政策
学校长期甲在地社区产业合作，积极投入台南学的研究，并伫咧今年规划成立台南学研究中心，展现在地亲丁的成果。台南大学成立台南学研究中心之工，台南市长赖清德、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长郑国兴、台湾文学馆廖政府等侪大量级的贵宾同出席甲报，共同见证中心成立的即刻，并且由台南大学校长黄宗宪向来宾详解台南学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以及未来期待。我们特别把我们过去累积的成果呢，然后这个承先启后，我们来开设一个台南学研究中心。我们希望针对台南学的有关台南的文学、民俗、信仰、历史、产业等的系统性的研究呢，能够让我们的师生还有我们的市民认识台南。认同台南，对我们台南这块土地有一份感情。马市长伫致辞当中嘛表示，台南县市合并以后，市府特以台南学的核心作为发展台南文化特色作为施政目标。伊看到台南大学对地的贡献表示肯定。今天我很荣幸有机会见证台南大学台南学研究中心的揭幕除了祝福我们台南大学台南学的研究是领头羊之外，那么也可以带动台湾的这个文化的研究，更可以推动台南市文化首都这个目标也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台南大学的台南学研究中心未来将跨院跨系合作，并且结合三官校，每一档定期举办国内外跨领域学术研讨会。以大台南的历史宗教、民俗艺文、文化生态、智慧城市等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实践在地文化扎根，关怀人文社会责任。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成功大学举办产学技术交流媒合，借由南部科学园区产学训练平台，推动将各产业的人才聚集起来。互相交流因工课上的专业甲经验，并帮助学术界了解更侪实务上的问题。为着要配合中央政府5+2产业推动政策，成功大学以未来产业重点奈米科技为主题，将焦点聚集伫咧奈米碳管以及磁性材料研发、使用特性，进行产业交流，透过双方面的面对面讨论。创造出更加多新的研发想法。那透过今天我们特地标定在5+2、5+3产业里面重要的一个面向，也就是新的材料。那么新的材料呢，是所有产业的依据，也是所有产业更新发展的火车头，最重要的关键。那么成大跟我们所有的伙伴学校，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跟中钢所形成的全国产业大联盟的计划，一直对几个关键性原材料的发展，以及它真正带动到产业的部分，有一个关键性的成果。那今天放眼下世代的一个进展当中，我们希望透过平台来媒合更多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的更新或者是发展。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活动所最期望能够达到的效益。这届产业交流会邀请了成功大学、中正大学、长庚大学以及科技界的专家，在现场也展示着奈米科技的理论甲应用。相信这届研讨会会当创造出更加多研发能量。台南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营中学为着要帮助学生了解大学校系资讯，18号特别举办大学博览会。总共74间大专院校到现场摊展，提供学生适合的发展甲选择。
海车成绩都出炉，但市树立中英中二特别选伫18号补上课日举办大学博览会，主要参加对象是今年要毕业的高中至3年级学生，希望透过资源整合，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各校系资讯，协助先改选择。我们今天在学校这个地方来举办大学博览会，已经是第4年，也得到全国大学院校的一个肯定，以及香港艺术大学也来莅临本校。那最主要我们是要提供给同学们在高中职学习的一个阶段结束了以后，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那让召集所有的大学院校的科系等学校到这个地方来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同学能够就近的来询问，因为他们才能够发挥他们将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性向以及国家产业的一个政策，学习完了以后能够进入到职场来贡献整个一个社会。今年参加的大学院校总共74间，其中包括16间国立的大学，甲1间香港设计大学。学生表示，学校举办这项活动，不只当提供选择比较，同时也当针对家己的兴趣进行了解。这样的一个大学博览会，就是直接请各个大学到学校来，这样我们也可以亲自去询问有关我们想要的科系，或是接触一些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科系，就是对自己的眼界或是对未来都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我觉得其实大学博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认识到非常多的科系。那毕竟这个世界现在讲求多元，虽然说自己有非常喜欢的一个科系呢，但是你如果可以拓展你的视野，去找到就是自己可能第2个喜欢的，就是培养第2个专长也是很好，对未来你自己的生涯规划也是很有帮助的。除了高大学校系了解，另外也有文教基金会为学生进行学测成绩落点分析以及专题讲座。校方同时开放校外人士参加，每一场会场拢人潮满满。第一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知名饭店延续去年创意料理的风潮，今年推出2.0的版本，结合西洋的食材甲煮的方式，创造台湾美食的新吃法。大胆的组合，也让美食有了新的定义。用设计双创意的台南知名饭店，将侪台南府城知名的美食组合起来。加上运用西方的食物材料，让吃的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也让每一道料理的气味变化变加更加趣味。去年呢，我们的新小吃计划呢，就是将传统发扬出那个传统的小吃文化的精神，找出说真正的小吃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但今年的2.0版呢，我们抢先推出，提供只有给南部的朋友呢先来体验。那这次的2.0版呢，我们是将新小吃计划做个创新的版本，像比如说我们的猪舌跟挂包，我们这次就改用猪舌加上烤馒头，然后以西式的做法来做，然后将小吃的精神呢带入到西方的元素，然后重新阐释出它的吃法跟口味的差异性。那我们预计呢，在3月6号正式开始推出。那我们也欢迎呢，接下来呢，各位好朋友，如果有兴趣呢，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过来。那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份呢，一天只有限量10份。不断推出新形态的料理，就是希望在美食之都台南创造出一条甲别人无同款的道路，也让民众会当品尝到更加丰富的香烟。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7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